每个月的第1个礼拜6就是我们的后脚市集了。你们要出一个摊位哦。哇塞，这是什么啊？你们有听过 U 等于 U 吗？我们干脆就直接请那个咖啡来好了。我们跟乡公所那边已经租借了一个地方，我请陈医师也邀请了一位感染者，他会现身说法。明天的那个社区服务是70岁以上的老人为主。如果他也笑得开心，他的心肺也在运动，他的呼吸也在运动，而这样子的温暖是我觉得他们也很需要的。刚刚有好几个人笑到流眼泪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哦。哎，有一句成语不是有人讲说“我想你了”？对，我想你了。好 ，OK， 4个字也算。对，我就说我爱你了。平常应该真的蛮少年轻人会来这边，我觉得主要是就带给他们一些热情啊。不同于平常老师来带他们跳舞或者是做一些课程，不一样的能量。对，因为我们也算是新的人，然后我们大家新面孔，新朋友啦。对，没错。主任，我们要干嘛？大壁烧，我们要去大壁烧。好吃的一个甜干嘛给壁点。烧啊？我们后脚市集啊，其实有一个区域可以使用，这是我们的小精灵一直都会出现的。精灵你好 ，Hello。我们的温姑本玉萍，我是玉萍。玉萍，对不起，玉萍妹妹，我又忘记了玉萍妹妹。玉萍妹妹，玉萍妹妹要带我们来这个旧的，这是旧的乡公所。对，这是我们以前最早时期的旧的乡石潭乡文化会馆。那这边是可以当做我们办讲座的基地了吗？可以这样说喽。对对，讲座。好，我们来看看里面长什么样子。我客语还行吗？壁烧。所以区域是这一览室哎，两边哪一区？这一区。好，这一整区我们可以使用的。可以先把窗户都打开吗？有一个味道，对，透气，没味啦。太久没有那个。我们把可以动的做一个整理。对，像是桌子啊，可以移到旁边。桌子可以移出去。地上的电线也可以把它拆掉，可以移动的都可以移动的。可以移动的这些，不能移动的就不能移动。举凡抱着走的就抱走。这个好像就像是今天就是今天，明天就是明天一样的意思。一天就是24小时，1个月就是30天，1年就是365又1/4天。是，对，是，对，明白了。不好意思啊，让你尴尬。平常都是我做这个部分的事情。你刚刚讲我都没听到，可以再讲一次吗？哦，能动的就是能动了。我觉得我们就开始动吧，我们就开始动吧，好不好？那我们谢谢玉萍。先拿那个袋。我们这边有可以整理的，大家先手套、口罩、呼吸道有问题的、清洁剂的手套。是这样说吧？就是这样说。哎，你看那个妹妹，妹妹，小温，她喜欢他，他喜欢他，那他嘞？他也喜欢他，是个感情复杂的一个。不是很想理解他们复杂的重关系。点是他们带了面包，带了橘子。祝宁，我有事情要说，请说。我必须要去下一站了。啊，对，你要去做蛋糕，我要去做面包幸福，你要去幸福。对。哎，你要不要打扫一下再去啊？我没办法，你不是姓施吗？有些事情不等人的。再见了。友情也不等人吗？没有友情这种事情。亲情呢？我们认识25年。这样。主任。好了，再见。扫地。好事，我们来扫地。他就这样走掉了。他走掉了。太快了吧？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明天在诗坛小市集里面有一个摊位，然后就想要来就是请教一下，做一点面包，因为我们明天会卖咖啡。好。然后我想说，可以搭配面包这样。可以啊，可以，没问题。这样我可以来学吗？就拜师学艺。不用客气，没问题的。可以吗？可以。到了面包店，就认识了这个 Sandra 姐姐。Sandra。对，然后她算是一个就是误打误撞来到石潭这个地方开了一家面包店。可是她也感受到这个地方的热情，然后跟温暖，所以她对这个地方是很有认同感的。太厉害了！等一下，小心。那我们的面粉呢？
其实这也是商业机密，不过没关系。没关系，机密我们就不讲，你可以跟我讲就好，我们就不剪进去就好了。好哦。我们明天做这个面包要做什么口味？蓝莓优格起司。蓝莓优格起司。对，那蓝莓酱是自己煮的。那你看我们的面粉都比较黄，那表示它这个面粉是没有漂白的。对，才是自然的颜色。对，就是你比较可以吃得到它的麦香。懂。对啊。对啊，面粉香，很香。但是所以这些全部都处理掉，叔。我觉得，因为它在这边其实灰尘还是蛮多，我们应该是再把它，我们先叠在旁边，然后到时候再一起测进来，觉得呢？好啊。还是你觉得那边整理一下，其实可以叠起来，就叠在那边了，那一区。你说叠在粉红色的柜子上面？没有，因为我只是在想，我们有需要移动他们的书吗？是有需要的吗？我觉得可以整理，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要移动。因为如果我们不会用到这个柜子的话，让它在原本的位置没关系，就是把它拿出来，然后把它擦干净就好。我想问一下，所以讲座到底我是想说要以哪一边为就是好比说讲者会在哪一个位置？我们是不是会有点心啊？那边可以弄成那种茶水间，但我只是想到里面看可以怎么利用。是。想一下，因为那边空间也蛮大，不知道怎么利用哦。是。还是你觉得我们这边会有需要什么接待处吗？就是引大家进来之后，有没有什么？我们应该会变成到时候需要讲座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咖啡厅发号码牌，然后到时候医师也会在外面跟大家一起，然后时间到了需要进来的时候，我们再把他们带进来这个区域来做。所以如果在讲座之前，应该不会特别直接进来，我想。好。你觉得呢？叔，看要不要移？因为我只是怕。奶油的话，用这个切比较小。先量吗？然后再先量，再洗，可以吗？好切吗？好切。你是从以前就喜欢吃面包，所以才会做面包吗？我是喜欢做面包。喜欢做，我喜欢做菜是因为我喜欢吃。哇，这样要扫到民国哪一年呐？哇，有一只拉牙的尸体，我们把尸体收集起来啊，等一下把它拿去埋。它刚刚已经被破坏了。啊，对，不好意思，我已经把它们都破坏了。为什么？因为它是要清理掉啊。不是，我们要拿去埋哎，那是人家的尸体。它的灵魂已经不在那里了。对啊，但是还是要让人家安息啊。已经把它扫掉了，是不是？他刚刚把它扫掉，就是都破掉，所以我就想说，真没办法。就是因为我跟安子就有在讨论说，哦，那我们收集这些就是昆虫的尸体，然后我们等一下拿出去埋。然后因为我们大概讲了2-3次，我们也没有特别想说，就是主任有没有听到，我们就反正就在打扫。然后我就出去一边洗抹布一边想说，这件事情好像觉得有一点难过，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好生气的，因为每个人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其实没关系。我就是说这件事情应该没什么好生气的同时，应该就生气了吧？我真的没有觉得生气啊，对我没有生气。我觉得他应该是试图让自己把这件事情。我的想法是因为反正我现在就是没东西买了，所以我就继续洗抹布，然后继续打扫。殊不知第2趴就来了。但我们有吸尘器吗？没有，那到时候窗子一直开着的话，风一直吹，所有窗台上面的灰通通都会再进来里面，那我们就是白擦。我们只有拿到一些抹布啊、扫把啊、手套啊，然后我看了那个窗台，那我们现在开窗在透风，那不是风一吹，我们擦干净的东西，所有灰尘都同学都进来啊，还有一些昆虫的尸体。你的小剧场很复杂。我那时候就开始想啊，
那就好整理吧，就把这些东西通弄出来。对，他的世界已经被那个剧场占满了。我世界周围都是蜘蛛网，我现在一个人要把蜘蛛网通都拨开。这哪能用拖的？啊？没有，我说上面这个用拖的没有用，还要用擦的。可以先把一层灰脱掉啊，因为我们也不会光脚在这上面吧，所以我的意思是，大家脚踩上来还是会把灰带上来，所以是不是他不用这么辛苦跪着擦？可以，都可以。就是大家除了体力上很累之外，好像情绪上有一点，就是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结吗？我想说，那我擦地，然后擦一擦就发现这个擦根本擦不干净，然后他们拖把就来了，然后一边擦一边想，这个拖把有用吗？这拖把根本拖不干净嘛。拖把根本拖不干净的时候，安芷站在他后面用拖把他已经在拖了。我说的其实蛮难听，我说的蛮情绪化的，但其实就变成我说他在做的事情很像没有用、没有意义的，就是你也做不拖地根本没有意义啦。他说我们可以睡午觉。可以。真的假的？我都还没拖完。应该还是我帮你交棒，你先去睡。我来拖，谢谢。没关系啊。怎么看起来这么厌世？啊，你这个小人人。啊，好热。就像是因为我们发生完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因为文文也的确他就是算是就是在场的另外一个当事者，然后我跟他也交流了很多。我那时候其实第一件事情疑惑的就是我到底在选择在节目还在录影的时候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到底这件事情 OK 吗？感觉很棒，很棒，很棒。最好是有那个薰衣草，但是主任，薰衣草精油喷雾，主任可以是。我觉得你太凶了，对不起。但是你知道你凶在哪里吗？是。我们大家其实都很努力的想要做好，可是你直接跟我说用拖的没有意义。哦，我不是跟你说。但是因为我在拖地啊。哦，对不起。然后我最后拖，你又在那边说什么以后供血堂要用。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你们的规划是什么。那因为其中另外一个部分也有，就是如果说动物的尸体要整理，我也不知道啊。啊。因为对我来说，生命死去已经死去，那他们已经贡献过他们灿烂的生命，不是活在了当下吗？对啊。但是因为其实我们两个已经讨论了2次还是3次，所以其实我刚刚没有讲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好。我们讲的时候你没有听到，那我觉得没有关系。那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他就是没办法埋了，所以我也没有打算要讨论这个话题，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对他就已经被弄成了一个。没有啊，其实总结就是我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为了开心，然后希望地方好，所以我会希望我们打扫的时候也可以像我们早上在做体操的时候一样，是开心一起做一件事情。我们刚会有一种你很埋头的想要达到某一种程度的强度或目标，可是我们会觉得，我怕我达不到你的目标。对对对，就是对我们来说是，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比结果还重要。这样，我们的感觉可能是这样。我自己其实我不觉得是冲突，可是我没有想到那个会变成一个冲突。然后我自己。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上实境节目，然后我其实也不晓得，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去拿捏这件事情。我要选择在节目上讲出来吗？还是我就是在大家收工之后再去跟大家讨论这件事情？因为我也跟高主任认识非常久了，所以我会觉得，既然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应该要把感受说出来。但你也不用一个人扛那么多事情啊。没错。哦，你可以，我就是来帮忙的。是，我真的，我知道，因为你知道最严重的事情就是主任这件事情，不是我人生在做的事。是啊，你说要跟如果今天我是被发配我来做什么，那我就可以把它做好。可是如果今天我要发配别人去做，我不会，我是自己要去做。那就刚好是你没做过的事，很适合练习。所以会，对，没错。我应该会常常脾气不好，那请大家就是
好，我其实下再讲。不担心，我其实不担心脾气不好，但我比较担心不讲。所以他们发生事情的时候，你我完全不在很专心在做你的面包。对，他们不是在打扫吗？什么打扫到一半，安子跟温温跑来找我一下下，然后我想哇，这么关心我，这么远还要走过来，非常感动。然后他就问我说，如果今天就是大家气氛如果不好，有点不好的时候，你觉得需不需要那个就是主动的提出来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讲出来？我对啊，我也是跟你这样讲啊。为什么不讲出来？当然要讲出来。要讲啊，你要讲出来啊。大家还相处那么多天的时间，我觉得可以说啊，因为团体生活就是，你好像在讲这样子。然后他就说，那可是讲出来会不会大家就是不好，场面很尴尬？不会来沟通嘛？我说不会啊，要有幽默感。对，有幽默感就好了。对。我先去旁边休息一下。他现在需要休息。他是惊魂未定，是不是？啊，为什么刚刚他要问我这个问题？不要他们家是有话要跟你说，你还是要听啊。我听完了，然后我就说好险，我在那边做面包。你看 Sandra， 我们在那边做是不是都是愉快的在做？真的聊天，轻轻松松的。对。等一下，你是不是中间有打电话给我？我中间有打电话给你。我在揉面团，完全没办法接电话。我回来办公室想说，会不会有人要接电话，然后顺便问一下你现在进度是什么？对，那个时候我已经回到办公室了。那这个切完，你们就可以哪个？就可以先回去。可是你不要放我回去，回去很恐怖，我不要回去。谢谢。这就人设。你就收留我吧。突然觉得，明天竟然就是我的最后一天在这边，有点快，而且差一点就把主厨的位置挤。就是，所以我其实现在就是第一天就是来炒菜，然后第二天来吵架，那第三天会吵什么？炒热气氛，好像也不算吵架。这个也是我来，真的也是我来这个节目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我跟他们都认识，除了洪哥之外，我跟他们都认识蛮久的。我很想要来这边参与我的第一次实境节目，也是因为我想要跟我的朋友们玩在一起，然后一起做很有意义的事情。是。然后，所以我其实会想要把心里的话讲出来，也是因为我把他当成是我自己的好朋友。然后我会觉得今天可以跟这些朋友一起做一件事情，我会希望我可以完全没有后悔的离开这个地方。其实是说心情上面都是大家都在希望为对方好，希望整个事情可以更顺利，我们都是一起的，所以才会比较直接的说出来。因为如果我对大家有顾忌，我就可以一直觉得，那我就不要说好了，那就假装好了，假装没事就过去好了。所以当安子这样说出来的时候，我的的确确觉得也是很吓到，但是我其实很需要这样子的声音来让我可以缓一下。我有各种的抱歉，然后我也觉得我有各种的，我太想把事情做好，可是我没有想到每个人都有想要做好的蓝图。对，大家的蓝图都不一样，可是大家都想要做好，没有人不想要做好。你没有注意到别人，我没有注意到别人的心情，我只把大家也都想要做的心情变成我好像应该要 cover 到或者是要负担到，可是我其实能力所及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你在生自己的气啊！我是相当生自己的气啦。没事啦，我们听得懂。没有，这个就是在团体里面一个早晚会遇到的问题。对，因为每个人就像我跟你说的，我们本来就是来自不同的一个环境。这个事情，如果我在现场的时候，我一定会说大家先停一下，大家先坐下来。因为我们工作上已经出了一点小小的情绪的问题的，那这个问题绝对不会，你不理他，自己会解决，不会解决，一定要讲出来。但是有些事情不尽得每件事情都会做到完美的程度，没错，尽力就好。这有点好像有点暗哎，暗吗？
可以，好了，帮你拍一下。做真的。该赚来了。哥哥，哎，这很大声，跟人家打我刚刚花100块买了这么多东西。那是什么？豆干跟那个冰沙。你要做着吃吧。做着吃。因为这位置就只有2个而已啊。真的？你们刚刚是在干嘛？包礼物。包礼物，明天的。还要选那个号码。包完了。注音我做了40个面包。40个了。对。太好了。但是还没做完，只是做好面团，要发到凌晨，我要起来做面包，因为老面要发酵12个小时。喝起来很特别。哎，对，那现在几点？现在傍晚，然后我们等下去吃晚餐好不好？就吃你们那天吃的。真假的？这样子，跟让它那个气有地方可以出来，不然它会乱爆。我先示范给你看，切开，然后放进来。熟悉了。这个是我们的摊位是不是？对，我们等一下摊位可以用的种。完全没有摆摊经验。哎，车来了，等一下，那好可爱的车。你好。那这个是还好你认识我，要不然我跟你打招呼我很心虚。待会来找你们，谢谢。我试试看，感觉对走过来感觉还不错哎，感觉我好像村长一样。颁奖了吗？还没有。好，哦，我们在这边啊。你帮我把这个拔起来。这边就先交给你们，我就是要去颁奖。直接去颁奖对啊，我去义民庙那边一下。哦，待会回来。哎，早，终于来到你们这个，真开心。对，加油啊！加油！还雅！哎呀，谢谢，哎，乡长好。谢谢。哎，得驻村小队啊，哈，洪都拉斯他敢胜吗？是。爱心可以限量版帅手工爱心面包。辛苦了。不会。我要继续过去包面包了。好哟，好。可以呀。那你们要跟我们一起拿这个拍张照吗？谢谢你们。所以你们会来玩到几点？啊，你们经过就离开了，吃饱。烤起来很漂亮。还可以，今天发的还不错。
很有成就感。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后脚市集有个摆摊的活动，希望大家呢，因为我其实真的很热心，我也很希望跟大家融入在一起，所以这1个月的时间，大家如果看到了我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打招呼。等一下有空的话，到后脚给我们加油，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写名了啊！哎，先把那个相机这边哦，来 ，OK。好，谢谢。谢谢。跟他的10米掉，可以有开宾结束哦，开吧。谢谢你啊。先忙，我等下再过去。好，麻烦你。给你啊。好，姐姐拜拜。拜拜。那这边还有人要拿吗？前面的。来。等一下你们会回来吗？等那个。好，那你们先去导览，然后等会哦，好啊好啊，那我们都会在这边一整天。辛苦啦！辛苦啦！走，有没有来听？哎，这个放哪边？这个放哪边？来，有没有喝咖啡啊？从哪里来？好。然后就有准备号码牌那些东西吗？有，我们有30个。队长、队员们，我们的个案管理师新燕，我们今天医师没有办法来，但是我们是个案管理师来帮我们做讲座的。什么意思 ？HIV 的个案管理师就是针对这个疾病，然后照顾他们的一个个管师。哎，那个感染者他还是，因为他还是会现身说法嘛。今天下午会。对，还是会，好像还是会有一位感染者会出来。好，那就要麻烦你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时间距离讲座还有一段时间，差不多1点，中午过后来的比较容易会留下来的，我们可以开始做，但这个时候可以宣传，可以发部分的，然后可以做讲座，刚好了。哎，大家好！哎，可不可以给我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聊一聊？来，我来，我波比波来困不起啊！来，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你来，我请你喝咖啡啦，我又没有叫你上电视。来，这个是谁的家人？请赶快把他带到那边去好不好？来，你们今天这个心情怎么样的啊？来，靠近一点，来，我们跟你们。我们今天有一个活动，就是要跟大家介绍 U 等于 U， 好不好 ？U 等于 U。对，我们在3点开始会有一个讲座，然后你们自己真的愿意的话，也可以进来，在3点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听这个个案分享。要去哪边吃饭？这边走出去就义民庙了。我现在这边已经很熟了。你们下午会来吗？会来吗？他们说看心情。好，等一下来喝下午茶哦。还有很多摊位，大家就尽量来看看我们师坛的好山好水，支持一下。你要不要3点再看到我？打勾勾，我要。哇，小朋友说打勾勾。有空再过来。有空。洪哥就真的比较前辈，所以他今天一在，我就整个人松超多的。你跟着他，就是可以看到他很轻易的都可以用很真诚的方式去跟每一个摊贩，然后每一个人交流，就会显得他其实整个人很自在。可以到我们的3点到4点，对对对面那边。3点到4点。小的解说也可以喝咖啡。对。想要了解一下吗？了解一下嘛，聊个天，来，年轻人了解一下，很重要，拍个照，真的。对，所以他其实讲的非常重要，这每一个答案都是为什么我们要在那边宣导的原因。了解，我们贴一个，代表谢谢大哥，谢谢来逛街又长知识，谢谢。一条15块，对不对？10块，这个水果的是10块，一般的是15块。好吃的是哪一种？我没有吃过的是哪一种？直接可以生吃的，这个吗？水果可以直接生吃，对，它可以直接吃。我们来这边就是逛这个市集之外，也想要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那边有一个 U 咖啡的咖啡车。对，今天天气很热，欢迎来那边喝饮料。哎，你们在这里啊？所以你刚才已经知道要去了。去哪里？U 等于 U。U 等于有啊，我5号。赞。你们想要更了解这样的资讯的 ，QR code 可以扫一下，对，然后还可以扫个 QR code 这样子。当越多人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就越勇于面对，勇于站出来。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资讯，大家害怕他们反而会把自己躲在家里，不敢跟别人说他们生病。Hello， 你们是3个人一起来摆摊？对，带小朋友。
真的好吃。这些饰品也都自己做的。等我获得我的钱包再来买。这个茶寿，茶寿是在那个汶水那边的一个他们那茶寿是这个容器吗？它是一个应该最早的保温壶。一个点点就代表一个人知道 U 等于 U 的概念。然后这边有咖啡跟红茶，可以都拿一个，好浪漫。对。你陪我一起喝。干杯！干杯！姐姐要来姐好。哇，天哪！你就是超棒的。我为了你们店都关掉，找你们等一下跳一下相等一下拥抱一个好不好？姐姐，下午见。下午见，等你哦。马吉，等你哟。马吉。你要来，我们都好高兴。真的，我也好高兴哦。有没有喝咖啡？红茶也可以。有，他有喝咖啡有了，都有了，还有。18跟19，啊18嘞。刚刚签完嘛？那18，对。悠悠，你等一下来听讲座吗？没错。你等一下来听讲座吗？拍照，先拍照。拍照以后想要其他想再说。对了，谢谢你们今天宣传新知识，来，好的知识啊。Hello， 哇，欢迎来到我们驻村小队。你好，欢迎。呛抽，我们来到客家村讲客家话，呛抽。好，你好，我们怎么称呼？我叫 Ted 啊，那我们就 Ted 称呼你。那因为待会我们有个讲座，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借由你的现身说法，让我们这一些一般的朋友们，对于艾滋的这个观念有所一些矫正过来。很谢谢你来，真的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能够来是一个需要很大的勇气，然后愿意分享。之前也有去参加过一些学校的宣导，特地来到苗栗这个地方。我对于这个地方也不太熟悉，一开始来说是蛮担心害怕的，可是来了之后发现说，其实那些担心害怕其实是有点多了。我的感受其实是温暖的，就是他们会很注意到说我有哪些可以帮助你的，或哪些地方可以协助你的，让我感受的是很自在、有温度的。那你会有遇过比较激烈的问题吗？就是来听的人。大部分的话，有些是会直接离开那个场所，对。可是有可能活动还在进行的时候，我没办法去拉住他，问他说为什么想要离开，或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会问，只是想要知道说，我们有没有要准备一些什么来可以给你一些辅助这样子。对，是。会不会有需要帮忙？只要有人要离开，我们就去。就是我们问他说，请问就可以问他，请问你有事吗？明确一点的，如果说你真的有遭遇到困难，你可以给我们一个小求助的话，可以给我们个小，对，一个暗号，一个暗号。你在当下如果有任何想说的话，或是想做的事情，都可以随时，不管是做或是跟我们说。就我觉得是一个。希望你可以非常放心的完成这一次的讲座，这样子。刚刚我们在现场，你去看了吗？刚刚有先去到现场看了一下。声音对你来讲会不会有点感动？对，有点感动。其实我觉得从我见到 Ted 的那一刻开始，我就一直心情上波动还蛮大的，因为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你面前。跟你分享他所遭遇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冲击还蛮大，所以我就会更觉得，我希望我从昨天到今天的所有准备都有做好，然后让他可以很安心的做好他想要做的分享。我们都会在，对，所以放轻松，我们都在一起。好 ，OK， 好。
一起。好，对不起，哎，等一下在做这个加油的动作之前，加油动作之前呢啊1、2、3，做得了，做嘞！顺利成功，成功！你们很强哎。最康桥。你讲。哎，这边请。来这边请。哦，提醒一下，为尊重这个我们的讲者，等一下是不能拍照跟摄影的，在这个里面是不能拍到摄影。如果想要拍，我们要拍合照的话，我们到外面拍，好不好？因为等一下是演讲嘛。哦，好，谢谢。号码牌。这个是红茶，这个是咖啡，你们还有需要饮料吗？先不用。该不会报名的很多，然后被放鸽子吧？我现在就是很紧张这件事情。没有啦，因为时间还没到。几点？哦，好，3点。对，这边步调比较缓慢，所以他们可能4点才会到。好 ，Hello。你好，我记得你是最后一号。对，请进。U 等于 U 讲座，现在已经接近2点半的时间了。如果有报名的话，现在可以到我们文化中心去啦。苏村长。起床了！所有的村民说叫你不要睡了，赶快起床！村长，今天很开心，我们在一个很难得的缘分。那我们在做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希望把大家对于艾滋病的一些错误的想法，借由这一次的讲座，让大家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一位艾滋病的感染者，他会现身说法，跟大家报告这件事情。好，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 Teddy。你都还能学来，跟各位乡亲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大家愿意花这个下午时段，好好特别是连假的时候来到这边，好好听我分享有关艾滋议题，还有 U 等于 U 相关的知识。那一开始呢，我想要跟大家玩一个游戏。好，它这个游戏叫做跟艾滋和你的距离。这个游戏呢，就是我们会在这个空间当中，然后大家可以随意的走动。那我呢，代表是艾滋，就是 HIV 的病毒。那如果你觉得你跟艾滋很近的话，你可以跟我靠很近。但如果大家觉得很远的话，就可以退到有可能在男生门那边。对，哦，慢慢就会有空间感出来了哈。那我要想问一下，你跟我艾滋这个距离为什么这么近呢？因为我本身我是从台北来的，然后我本身是台北市联合医院，我们算是每一年都会办那个艾滋的那个研讨会，就是针对这个，然后会有一些同志热线啊，或是一些其他的，就是宣导的医生跟药师。那其实没有 say 过，可是就好像怎么第一位就是我们认识的，可是其实那个感受其实就发现说，哦，其实每个人都在默默的关注艾滋的议题，然后用不同的领域发声。我来问一下这位小姐，为什么会站在这个位置呢？可能平常都没有太了解，对，关于艾滋病。我要来问一下小朋友们，小朋友嗨，好吵了，不要害怕，来，问你啦，你为什么会站在这边？我这样子距离比较远。这里距离比较远。我离门口比较远。是会感到害怕吗？还是什么？不会。不会害怕，就是因为不太了解才会站得比较远这样子吗？对。好 ，OK。好，谢谢，小朋友大方啊。艾滋呢，其实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比较熟知的是叫做 AIDS， 那它中文叫做艾滋，它的学名叫做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那它感染艾滋的病毒呢，我们会称之为叫做 HIV 病毒。现在目前治疗的话，如果你可以在发病期的时候赶快去就医，其实你在经过很好的 HIV 治疗的话，它其实也可以转到为潜伏期的状态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如果大家是很害怕艾滋，不去做筛检，
不好好出来治疗的话，其实就会延误这样的流程，好也会造成 HIV 的传播会越来越远。所以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医师们都会建议感染者朋友们提早发现、提早治疗这件事情。接下来还有一段时间，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预防艾滋有哪些方法。就是一个杯子就可以预防了。大家知道杯子的英文叫什么吗？ Cup C-U-P。第一个 C 呢，就代表是 condom 保险套 ，U 呢代表是病毒量测不到就等于不会具传染力 ，P 呢代表是 PEP 和 PREP。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预防艾滋的方法，一个杯子就可以达到了。我自己呢是当兵的时候去验到感染到 HIV 的。我的爸爸呢，他是一个大家可以想象最传统的类型，好，就是对于小孩要求非常严厉。可是从小我跟爸爸的关系都是非常不好，一直到感染艾滋之后呢，他有一次呢，他就主动提出来说，他要跟我回医院回诊，然后他那时候就看到我的个管师，他问个管师第一件事情呢是，我的小孩子可以生小孩吗？然后我在内心就翻了无数次的大白眼，因为我就跟他讲说我是同志了，对。当然，个管师也会跟他讲说，其实现在可以透过洗精素或是 U 等于 U PrEP 的方式，其实还是可以生小孩的。过了一阵子呢，个管师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就是你爸爸有时候都会讯息我，来问问看说你的身体状况如何。好，这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说，原来一直严厉的爸爸，他都透过一个很温柔的方式在关心他自己的小孩。这是 HIV 让我看见不一样的爸爸的这件事情，所以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其实很多的话是没办法说出口的，可是当我们好好去感受，在生活当中很多的爱其实都围绕在我们身边的。那对于自己的故事分享出去的时候，它其实产生了共鸣，或是自己也是在重新整理自己的人生的部分。这个东西其实对我的回馈是它有力量的。那我也很希望看到我分享完这些故事之后，来参加的伙伴们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个议题一开始对我来说，其实有一点小沉重嘛。当一个人真的站在你面前，你看到他其实跟你没有什么两样，就是他也很愿意跟你分享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就每个人就会愿意打开来心胸去听这件事情。其实呢，在讲座的最后，想要跟大家讲是，感染者不是野兽，而是跟你一样，都是活生生的人。你或许不是艾滋感染者，或是没有听过艾滋议题，但是你可以成为艾滋议题的传译者。传译把艾滋的议题推广更多的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说，艾滋并不是这么可怕的。谢谢大家。谢谢我们 Teddy 的勇气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有很多是大家不知道的。也谢谢我们在场所有的好朋友，我们有个不一样的缘分，在做着一个不一样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再给泰迪一个热烈的掌声？我今天很顺哎，我觉得今天最多的都是听到赞美的声音。我看到乡长对我们的那种刮目相看，还有很多村民代表，他说：“哇，你们真的好厉害。”他不晓得说我们其实是真的还有做过一些任务的安排，但是他觉得我们在做一件行云流水的事情。那大家都做得超好的，他们除了100分之外，我觉得还要给他们按一个赞。我才知道你们脸书就按一个赞了，赞。老板娘，来，不好意思让老板娘等这么久。不好意思。老板娘姓张。哎呀，老板娘，老板娘，来，好，右边请，谢谢。哇，别有洞天。哇塞，这个是，哇，
是包场的意思吗？多亏他们平常现在已经休息了。我很害怕又是一个什么鸿门宴的，你知道吗？对，来坐。你坐下去之后就要再多留2个礼拜。哎，难得哎。这个是云南的大包面。是。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吃我的大包面。缅甸咖喱鸡的咖喱鸡不得了。得名的客家小炒。哇！哇，好棒上哦！你们做的也太快了吧！开饭了！谢谢队长。谢谢安子来体验一下这个。谢谢安子，还有这一餐。还有这一餐。很怕再也吃不到饭了。真的有这种感觉。结果对。那个卡片还在我这哦，是吧？回收的。我们今天的那个里程碑，这样。我觉得我想要哪一张？你想要几号？我就当5吧，就是毕竟我是第5个参加的。5号不在怎么办？我刚有看到。第5个加入的。我想说，因为这个有这个印章，然后我又是第5号，然后又有这个乌江，又是我自己画的，想说做一个纪念。我自己会觉得，我当然回家之后应该会。需要好几天的沉淀，我可以怎么样把我这些经历的事情整理出来，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带给其实很多人更多很正面的力量。我觉得应该给他们100分吧，一定要100分的吧。那安子要走，温温特别有感受，因为再来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女的来了。不是你们3个有时候开一些玩笑的时候，我会突然有一种第一天来开启的感觉，就一直被他们3个吓到哎，就是很常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是其实真的不好笑，我就他通常反应完他就会转头看我，然后我就会看着他这样，可以笑吗？我就在旁边这样仰望天，祝福他们，就是会接下来会挑战一切顺利，然后不要再有什么那种很大的摩擦了。自己讲心虚。他们昨天都有在讲一句，就是好笑在讲，真的。好笑在讲，开始，1、2、3，好笑在讲。你们上次不是想要做一个驻村的表演吗？该面对了吧？已经来1个礼拜了。我起鸡皮疙瘩。什么东西？什么表演？我们要做一个舞台剧。然后我们剧本都写好了，导演明天就要过来跟你们对脚本了。那个舞台剧，不是啦，喂，舞台剧哎，我觉得你们长度是舞台剧吗？长度是，我不会，我们只剩2周。不过我觉得哦，如果说当地的乡亲愿意跟我们一起合作的话，这是个创举哎。对，而且因为他们不是专业的演员呢，我觉得超自然的。我自己对剧场的想法是这样。只要今天你有表演，有观众，就是剧场。我不怕这种事情，对，怎么样都可以演。他现在只是要赶快勉强同意，都可以啦，我们就没有，我已经我同意，我就这样，他已经就这样，我要睡觉，好不好？休息了，今天大家可以了吧？做了啦，大家都没有，那我们3个就同意，那你就跟着同意吧，少数朋友来休息啦。那我们现在要来玩一个小游戏喽。好，我觉得我们表现得非常好啊，气氛跟节奏很舒服。那要介绍多莉姐姐，耶，下来帮我们一起上课。台湾新闻很常报了什么浪？疯狗浪。 3、2、1，啪，一个疯狗浪就上来了。真的是好厉害，脑袋很清楚啊，他准备得很完整。这是我们舞台剧的课语指导老师。小林，你呀，你都知道该打宣盘，这是像哎，可以吗？可以啊。你有没有按奏都给你打宣盘？你都按奏，你都按奏，你都按奏。对啊，今天大家要去修古道，然后我就准备一些方便吃的当做午餐。